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彭宣如老师、牛奶先生。今日由我来带大家来做运动。想要身材变好，就要做肌力训练。要记得运动前要先暖身一下，再不会受伤哦。以下会开始咯，天天来做，天早通走，右脚脚踝，我们转10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左片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气头，15片的气头风，来开始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弯右的，开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做大车，来转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换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赶紧，慢慢的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反方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接下来要天天来做肌力运动咯。身体有捏起来吗？以下要开始做肌力训练咯。今日的运动是腿部训练，准备一茶点呢，15分的点呢后，两个脚打开，要记得气头要顺着脚尖方向，慢慢的抽下去，起起来。我们做深蹲的动作，天天来做哦。来，慢慢的抽下去，起起来。我们做深蹲，来3、4，师傅夹起来，5，夹起来，6、7，师傅要用力哦，8、9、10，好，听你咋通走，另外一个大开一系列，像扑深蹲一样。要记得哦，气头要顺着脚尖方向打开，慢慢的抽下去，起起来，来做深蹲，天天来做，开始哦，2、3，保持透气，4、5、6，师傅要用力哦，7、8、9、10，好，听3炸通走，慢慢的，师傅往右边屈下去，起起来，慢慢的，师傅屈下去，起起来，做深蹲哦，3、4、5、6、
慢慢的起起来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弯左片，师傅胸后背坐下去，起起来。2、3，回脑会打车哦。4、5、6、7，师傅行起来。8、9、10。好，要记得舌头唔会开落去，会坐下去。安尼天天来做咯。3扎通做转一组，以后会开始咯。来天扎通做，手跟在顶内后，慢慢的舌头打开，师傅屈下去，起起来。2，我们做10度。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做会动好哦。9、10，好，继续下去天呢扎通做，9再打开一系列，预备开始咯。1、2、3、4，用力的用师傅夹起来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现在第3扎通做，我们弯右片，慢慢的坐下去，起起来。2、3、4，师傅坐下去哦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弯左片。1、2，慢慢走哦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9有酸嘛？来，还扎天呢扎通做咯。来，天天来做。一样深蹲，一样做10次哦。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动作稍微加快了。7、8、9、10。好，9打开一系列，慢慢的坐下去。起起来，加快咯。2、3，回脑要打车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换右片，师傅屈下去，起起来。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天天来做。8、9、10，弯左片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用师傅。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大家做会动好，最后一组，最后一组了。来，第一个深蹲，好，动作要加快咯。来，1、2、3，保持透气哦。4、5、6、7、8、
8、9、10。好，叫倒开始嘞，慢慢的向扑蹲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最后的动作我们停留10秒。1、2、3、4，肚子用力哦。5、6、7、8、9。好，师傅夹起来。好，来换右边师傅，苦下去，起起来，停停来做。2、3、4，保持头气哦。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换左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踢吸住，大家准备好嘛？脚有酸嘛？最后一组咯，大家加油哦！好，来深蹲10下，开始。1、2、3，抽下去。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我们停下来，停留10秒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肚子用力。8、9、10。OK， 师傅夹起来。好，来，剃头大开始嘞，听你咋动作。来，慢慢的抽下去，师傅用力夹起来。好，2、3、4、5，大腿内侧也要出力哦。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最后一个动作了，来，右边师傅抽下去，起起来。好，同方向。2、3、4、5、6，大家加油哦。7、8、9、10。换左边。1、2，师傅夹起来。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好，大家做会动好哦。好，我们调整呼吸一下。